纽约时报转引一份西方情报报道，中国官员对普京发动战争计划或意图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据美国高级官员和一名欧洲官员称，西方情报报告称，中国高级官员在2月初告诉俄罗斯高级官员，不要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前入侵乌克兰。冬奥会开幕之前，普京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据美联社报道，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周四呼吁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布一份有关维吾尔穆斯林在中国处境的报告。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贝尔伯克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发表讲话，指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需要更多的透明度。他说，我们鼓励人权高专办发表你们有关维吾尔穆斯林群体成员被拘押的报告，我们也呼吁北京允许不受限制的访问该地区。周四，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告诉法国领导人马克龙，无论发生什么事，俄罗斯都将实现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的目标。马克龙表示，乌克兰最糟糕的情况还未到。联合国大会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2日就有关国家提出的乌克兰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出席会议，在表决中投了弃票权，并就中方投票立场作出解释性发言。针对乌克兰危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要基于事实来判断，不认同西方媒体称之为俄罗斯入侵。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讨论了石油市场的发展和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双方讨论了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由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集团开展的合作，确认两国将继续在石油市场。莫尔多瓦总统桑杜周四宣布，他已经签署了一份正式申请书，要求加入欧洲联盟。同时，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舍维利3日正式签署格鲁吉亚申请加入欧盟的文件。乌俄代表团第2轮谈判在白俄罗斯布鲁斯特举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3日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第2轮谈判已经结束，双方就人道主义通道事宜达成谅解。